本地想讲伊是苦瓜炖鲢鱼，可怜，结果是食饱话枵挖手分鱼。南投埔里半暝1点钟，一个富人人黄叶叶走入去一间宫的，想要偷摕添油香的钱，互厝主发觉了后，伊伫发唔敢，讲是要替带伊阿嬷装医药费。厝主听了到地真唔甘，嘛无想要含伊追究责任，想讲要出钱甲伊斗帮忙。落尾才知讲，原来伊阿嬷早就已经过身，是这个富人人家己编的故事。 一个查某人戴安全帽挂喙安，行入去一间私人新团的公宅箱头前四个看，厝主发现有人伫外口，就甲抓起来。查某人哭咧求伊讲，伊需要400-500块替带伊的阿嬷纳医药费。 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阿嬷在医院需要一点费用。”那后来我们就去直接跟他约在医院见面，讲说帮他缴他的那个医药费。可是后来我们到医院之后才发现，被诈骗。好心的厝主唔那无追究偷摕钱的责任，佮去病院想要替伊甲钱纳掉，结果发现根本都无啥物阿嬷，全部拢是骗人的，互厝主感觉真刺心，上网络铺文，想袂到网友一个看到这个查某人，就随讲家己嘛有互伊骗过，伫附近开餐厅的头家嘛。 他说他回去拿完之后他就没有再来了。他全部都是办完的哦，我就做了啊，做了之后他就说：“阿姨，我钱带不够哎，我怎么知道那么多人被他骗？” 因为钱无互偷摕去，所以厝主无去报警。不过家己的爱心互人糟蹋，嘛互伊变甲对人无遐尔信任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